酷熱天氣警告。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。詳細天氣警告，香港天文台在上午6時45分發出酷熱天氣警告。天文台預料今日本港天氣酷熱，市民應慎防中暑。長者、孕婦、嬰兒及小童、慢性病如心臟病或高血壓患者，以及過半人士均較易中暑，應及時觀察是否出現中暑徵兆。在炎熱天氣下或高溫環境中工作的人士，請參照勞工處的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，採取所需的防暑措施。在戶外活動的人士，應多補充水分和不要過度勞累。於感覺不適時，應盡快到陰涼的地方休息。戶外活動宜安排在早上或下午較後的時間進行。在室內活動時，亦應適時補充水分。如室內沒有空調設備，應盡量打開窗戶及以風扇保持空氣流通，亦可使用可供避暑的公共設施。避免長時間在陽光下暴曬，以免受太陽紫外線曬傷。應穿上淺色和通爽衣服，佩戴可遮掩後頸的闊邊帽子和能阻隔紫外線的太陽眼鏡。最好選擇防曬係數 SPF 30或以上的廣譜及防水的防曬產品，並大量塗抹。如需長時間在戶外逗留，或在游泳、流汗或以毛巾抹身後，謹記需每2小時再次塗上防曬產品。請關注長者或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狀況。如認識他們，請間中致電或探訪他們，並留意他們住所的通風及空氣調節設備是否運作正常。較易中暑人士應盡量避免戶外活動，遠離高溫環境，到陰涼、通風或有空氣調節的地方。勞工處提醒你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在今日上午11時50分生效，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的熱壓力頗高，請採取適當的防暑措施。